只要是在老挝的人，应该都见过硕塞超市，因为它是全国连锁的。但可能极少有人知道，这个硕塞连锁超市，它所属的集团公司是老挝目前10家上市公司之一。我是在2011年就认识这家公司的老板跟老板娘，他们在万象有20多处的公司、酒店、别墅等等地方的监控系统都是我给他安装的。硕塞集团的老板娘杰内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就从硕塞连锁超市来聊一聊老挝人的财富密码之5集团公司。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硕塞公司他们是做固特异轮胎起家的，到目前为止，老挝全国的固特异轮胎总代理也是他们家。现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他们轮胎总代理的总部。因为以前是做轮胎起家嘛，老板娘一般都还是在这里比较多。在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他们还只有做轮胎总代理。这个地方也是我最早知道的可以做4轮定位的地方。他们现在在老挝全国都设有这种轮胎销售分公司。随着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他们又成为老挝苹果手机总代理。靠近湄公河边的这家苹果专卖店是老挝最早的苹果专卖店，也是他们苹果总代理公司总部。老挝全境销售的所有行货苹果手机都是通过界内的这个苹果公司进口的。大概在苹果公司开业1年多以后，界内又拿到了三星手机在老挝的全国代理权。在外交部附近的这个三星公司就是老挝三星全国总代理，所有行货三星手机都是从这里分发到老挝全国的。老挝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在老挝时间比较久的人，很多资源都会主动的去找这些成功的人。所以在老挝，一个人拥有3家、5家公司，甚至10几家公司都是很正常的情况。所以他们在装修三星公司的同时，又接下来这家全球连锁汉堡店。除此之外，他们拥有自己的银行、彩票公司、保险公司、地产公司、进出口公司，并且在2016年在老挝成功上市。就在这个汉堡店的门口，带大家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汉堡 hamburger， 三星 Samsung， 股票市场 Tala Lasap， 老板娘 Ajay， 老板 Thauke， 经理 Hwana， 秘书 Lekha， 认识 互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分享。老挝非你所想，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不一样的老挝。拜拜，下期见。